咱即摆吼开始结婚周年，即摆要请迄个廖启荣夫妻，好不好？廖启荣夫妻，还有那个严明辉夫妻，那请上台，好吧？请上台。还有王朝阳夫妻，好不好？咱吼爱家己鼓励，这个长辈要叫伊徛来台顶是无简单，拢甲讲丽华拜托，唔好叫我去。我讲无要紧，大家咱来写熟识吼，所以我一定甲因答应啊，讲我一定吼袂互你头壳痛，我一定甲你问足简单的问题吼。所以咱爱一个一个甲鼓励，来，我们先请那个廖启荣先生。咱互因莫爱紧张吼，咱先来唱一条歌。我先放一条《你侬我侬》，咱会晓唱的人就同齐唱，好不好？你侬我侬，可杀情多，情多出人如火，沧海可枯，前世可来，此爱此情永远不变。把一块泥捏一个你，留下笑容是我长衣，再用一块做一个我，常对君旁用伴君侧，将咱两人一起打破，再将你我用水调和，重新活你，重新再做，再捏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。从今以后，我可以说，我你中有你，你中有我。大家拢知影这条《你侬我侬》，我唔知你听过无？人家改歌词，讲你侬我侬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再说一遍，还是不懂。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我唱一遍互你听好不好？我唱无好，我就大家包涵哈。你侬我侬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再说一遍，还是不懂。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所以大家爱知，你嘛搁想过细细人吼，像阮先生嘛两家细细人，我讲现在啊耳朵礼拜天啊耳朵聋了啊，所以大家互相来，即摆咱开始第一对，第二对咱要访问的是严先生哈。我要访问伊之前，我要甲大家讲一下，我今仔真实嘞，咱中八会吼，这结婚周年纪念吼，无定期的举行嘛。有个人讲啊，丽华你拢无甲我庆祝啊，是嘞，迄个时阵我都无办吼。所以这个严先生，大概看到我笑眯眯讲，丽华，阮来哦，我抽奖嘛毋捌抽到啦，啊，我结婚纪念也没有帮我办。哦，我刚才起来查资料，这个严先生嘛是50周年，啊，其实迄50周年是去年啦。哦，我无紧，我特别替你办一个，所以咱今仔就要甲严先生办这个50周年的纪念。啊，咱到这个年会吼，咱慢慢年会拢渐渐大，啊，加减咱的身体的五官吼，拢会慢慢拢较无好势。严先生嘛是共款，伊较无好势，伊是脑也无好势，伊是声无好势。不过我足感动，就是讲每届大会报名，毋是严太太的，是严先生的，用伊的迄落讲甲袂出来声，佮甲我报名。啊，因兜电话一响，嘛是你接，我讲对无？对啊，对吼。啊，所以我因为伊无声，阮咱遮先来问这严太太。我要甲你问讲吼，严先生安尼无声，所以我较尾家己咧想讲，我要甲你问下。我想哦，这个严太太可能是咱遮内底上幸福的。
我是安怎讲？因为先生甲伊讲话拢轻声细语，对，像阮先生咧大声，对毋对？你哪是毋是讲轻声细？是。所以因兜拢袂冤家，冤家袂起来，对毋对？对哦 ，OK， 好。啊，严先生，你共款，我要送你，你要甲你太太讲啥？你这讲较细声，无要紧，人听无。表示你对你的感谢，50年的感谢。真感谢，你是真的。一句一声我爱你就有够啊！较大声、较细声拢无紧啊！来，亲一个，你无甲太太亲一个啊！谢谢。啊，我即摆因为严先生吼无声，所以我即摆吼想要甲问一个问题，因为严先生拢无讲话嘛袂使，所以即摆吼，来咱迄个麦克风摕着好无？麦克风不是麦克风甲收起来好无？这个是恁太太，吼，这个娃娃是恁太太，啊你是这个查甫的，吼，我即摆要问你话，你就爱甲我回答，吼，因为伊的讲话声较无方便，所以咱即摆配合伊的情形吼，咱就来做游戏，来。咱要安怎算这个游戏吼？就是譬如讲，我甲你问讲，嘿，恁两个说人较水，你要夹谁较水？谁较水？伊较水，啊，你就夹只手，哎，谁较水？哦，安尼，有诶变做讲因两个共款，有诶无共款，可能我来恁两个头，对，哦 ，OK， 我即摆要甲你问问题哦，爱照实讲哦。第一个我要甲你问的就是讲吼，恁两个杀人记会较歹，常常袂记恁代志。啥人较袂记哩？啥人较袂记哩？啥人常常袂记你代志？啥人常常袂记你代志？你嘛举手。哇，这个先生有成就，有的查甫拢有成就嘛，这个先生袂歹吼。过来就是讲吼，恁两个嘛冤家的事，啊我讲无冤家，其实有来小看啦吼。啥人先甲啥人会失礼？啥人通常？哦，你看，这个先生袂歹哦，伊虽然冤家吼，各种先会失礼。你在座的先生要不要学习？对啊，过来就是讲。我是问看，恁两个吼，啥人生做较缘投还是较水？哦，啥人生做较缘投较水？啊，免客气啦，好，我们给他鼓掌，谢谢。来，这边喝酒，我两边都爱过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送他礼物哈。真是可惜。那个好的人可以下去我拍摄，你中互你开始拍摄啊！多谢你。即摆这三队吼，要同齐甲咱表演一个节目，我煞袂记拍摄。是我的目的，就是要大家欢喜哦。啊，变我嘛互恁歹势哦，家己发失礼。多谢，为着这人欢喜，咱小可忍受者吼。
你敢骗酒？你浓我浓，我耳朵聋。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再说一遍，还是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你浓我浓，我耳朵聋。你说什么？